在我想不到的時候，你已預備，就像這偉大的天地，其中各樣的豐富。我就唱到呢度，因為呢會走音，怕嚇親大家。不過呢，心裏邊其實有啲嘢想講嘅。喺馬太福音第6章，主耶穌講咗一段好溫柔、好安慰嘅話。喺呢度，我想同你分享下。好耐以前，有一個好巴閉嘅王，叫做所羅門。佢係大衛嘅仔。聽講佢呢係神親自揀佢做王嘅。佢一做就做咗40年。嗰時佢治理嘅國家好有錢㗎，黃金啦、白銀啦多到堆積如山。耶路撒冷嘅銀紙啊，真係多到不得了。所羅門做嘅宮殿好大嘅，手工又好精細，好有氣勢。但係你唔會覺得佢喺度曬緊命。佢呢又為神做咗聖殿，用咗好多好香嘅香柏木、閃令令嘅金、靚到爆嘅寶石嚟裝飾嘅。啲器皿啊，全部都係用純金整㗎，真係落足心機。嗰陣時呢，世界各地嘅君王呢都特登嚟耶路撒冷，唔單止想做生意啊、結盟啊咁，仲想聽所羅門講嘅智慧說話，因為佢實在太智慧、太聰明，佢嘅名聲傳遍天下，大家都覺得神俾咗好多特別嘅能力俾佢。佢分是非黑白好強㗎，又能夠摸透人嘅心，比起世上所有嘅人更加叻。就連示巴女王，就係當時南方一個好富庶國家嘅話事人，佢本身好有權力，好多錢，佢都親自帶埋佢啲人嚟耶路撒冷，想出啲難題考下所羅門，親眼睇下佢係咪真係傳說中咁巴閉。點知佢一見到所羅門嘅王國、住嘅宮殿、佢啲手下、佢哋食飯嘅地方、聖殿嘅細節，哇！全部搞到井井有條，繁榮到不得了。仲聽完所羅門嘅對答問題，示巴女王真係 O 晒嘴話：人哋所講嘅所羅門咁勁，都唔夠我親眼見嘅一半啊！呢啲人間嘅富貴榮華，其實係天父俾佢嘅。不過主耶穌喺馬太福音第6章同我哋講：你哋有冇抬頭望下野地嘅百合花啊？佢哋係點樣生長嘅呢？佢哋唔使勞苦，唔使表現自己有幾叻，更加唔使織布，但係天父親手為佢哋設計，親手照顧佢哋，俾好嘅環境佢哋生長，仲有好靚嘅顏色、形態同埋香味添。耶穌話：就算所羅門最威、最風光嘅時候着嗰件衫啊，都唔及野地呢一朵百合花咁靚嘅。我諗咗好耐，耶穌到底想講乜嘢呢？後來我明啦，佢想同我講，我比田野嘅百合花更加矜貴㗎。
點解嘅？因為雖然百合花係天父親手裝飾嘅，但我嘅頭髮每一條佢都數過，佢日日記掛住我，分分秒秒都冇忘記我嘅。佢對我嘅思念多過天上嘅星星，海邊嘅沙粒咁多，多到我真係冇辦法想像。喺我未識揾佢嘅時候，天父已經將佢最錫嘅仔主耶穌送咗俾我。所羅門咁威，係神賜俾佢嘅；百合花咁靚，係神創造㗎。而我嘅價值係用神兒子嘅生命換返嚟嘅，我梗係比乜嘢都矜貴啦。原來天父將我放喺佢心裏邊嘅第一位，咁我又有冇將天父放喺我心裏邊嘅第一位呢？我哋嘅人生一定會遇到困難，有勞苦嘅時候，有無數壓力嘅時候，但係呢，天父絕對唔想我為生命憂慮，所以耶穌同我哋講，唔好為明天憂慮啊！明天自然有明天嘅憂慮，今日嘅困難，今日擔當就夠啦。感謝深愛我哋嘅神，我希望呢自己可以將佢嘅提醒時時放喺心裏邊。今日我就分享到呢度啦，多謝你哋收聽啊，拜拜。